乡亲个，欢迎收看今日新日5月7日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洪敏珍，先同齐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国内增加5例确诊个案，3个境外，一个是感染源又搁伫咧调查的华航机师，另外一个是这位机师的看守。41位伫咧印度的台湾人，今日已经互咱的外交部接返来台湾，直接带去集中检疫所。那咱国派驻伫咧印度代表处确诊的6个人也返来台湾啊。世界卫生大会 WHO 日是要召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表示，无任何合理的理由会当排除台湾参加。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咱增加5例确诊个案，3个是境外，一个是新确诊的华航机师，感染源又搁伫咧调查。另外一个是本土个案，是这位机师的看守，在台湾互因翁围着。也那指挥中心表示讲，这位新确诊的华航机师4月28日训练第1153案华航机师飞飞行机，可能甲架了后转去围着。不过感染源就爱等病毒基因的排列确认了后，才通了解。国内 COVID-19 疫情8号新增加5例，其中3例活跃人数拢是境外移入，另外2例本国人数，即案183加案184，分别是华航的机师，还有一名机师的太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案183是即马50多岁男性机师，捌伫4月19号加22号。飞过越南，还有泰国航班，24号接受检验的时阵，相关检验拢是阴性，无问题。28号暗时，担任案153华航机师的模拟飞行的训练教官，伫19号接受第一剂 AZ 疫苗的注射。另外5月4号来出现着全身拢感觉真神，6号是发烧，这检验了后，伫8号来确诊，这病毒检验的 CT 的数字是16。泰国那一段它可能性相对是很低了但也不完全的排除它。那看起来是跟1153的可能性比较高。另外一位新确诊的病例，案184是这名技师的太太，今年50多岁，是家庭主妇。因为先生来确诊了后，5月7号由卫生单位安排来做检验，伫8号确诊。这病毒检验的 CT 数字是23，相关接触者还搁伫调查当中。指挥中心嘛公布，伊伫5月5号透早11点左右，要来到台北市内湖区新公路3大的台北富邦银行来办代志。政府除了派人来到这消毒，嘛呼吁捌伫这时间进出这所在的民众，要自我健康监测到5月19号。他只是办事停留10到20分钟，有戴口罩。新增加华航机师，还有伊的太太确诊，嘛，互这波华航 COVID-19 确诊的人数，阁增加2人，累计已经来到31例。另外，这届华航感染的危机观测期，刚需要为5月17号搁来延长呢。但市长嘛表示讲，要等新的确诊者因的行踪确认了，你来做评估。另外，同一时间，华航清零计划嘛伫进行，配合透早伫国内5个地点来进行第一批组员，总共有54人的入境第7天的采检，希望透过相关的检疫，让这波疫情赶紧过去。记者张志雄、曾志贤、江淑云台北报道。原来印度的疫情是真严重，医疗体系会当讲是要记载袂调。外交部长是佮安排41个台湾人和3位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在日本航空公司的飞行机对东京飞返来台湾，今日中昼到台湾就随带入去集中检疫所。原来咱台湾驻印尼代表处有6个人确诊，其中1个重症，1个轻症。外交部为协调一帮医疗专机，拄则尾暗也已经飞返来台湾，将因送病院治疗。对新德里坐日本航空的航班到东京羽田机场，再搁对羽田飞返来松山机场，印度大商甲侨民总算返来台湾啊！一出关行出大厅，就互已经做好全身防护的人员来喷酒精，做全面的消毒。这是一般的民航客机，它就是进来那我们要到集中检疫所去做检疫。那当然有症状的也会在机场来采，就跟一般的作业情况是一样的。
这班日航 JL097的航班，机顶总共有76个人。早起11点11分到位了后，飞印度转机的旅客无需要集中检疫，升落飞行机。剩的43位大人甲一个红婴仔，分别坐2台游览车送到集中检疫所。其中41人是本国籍，3个人是持居留证的外籍人士。日咱自印度外关为着病毒的人员，外交部协调的医疗专机已经对德里机场出发了，预计暗头会到桃园机场。其中有一位症状是相对的严重，那印度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医疗几乎都已经是崩溃了，那在政府能力所及的情况之下，那对于重症的病人，我们会尽量的做安排嘛。不过整个安排的顺序或它严重的程度，那外交部这边他在主责，那当然我们会给他参考的意见。印度已经无乐观，医疗体系拢放弃啊！外交部表示，除了协调其他的航空公司返来台湾的机位，也继续联络航空公司甲旅行社安排台商甲侨民回国包机。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 COVID-19 的确诊病例已经要逾1.6亿万，有要逾330万人不幸过身。在印度，在过去1天就已经超过4000人过身。那印度变种病毒在传速度甲力头是愈来愈大，已经传至少21个国家。印度疫情是愈来愈吃力。过去24点钟，新增加40.1078例确诊，4187个人死亡，创下疫情以来过一天的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的纪录。虽然印度这波疫情的高峰期还未到位，不过变种病毒已经用真紧的速度破向境外去。根据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库上新的统计，印度比1617变种病毒株已经入侵全球至少21个国家。边仔的尼泊尔过去7天的确诊数直头增加，不少患者拢验出英国甲印度的变种病毒。首都加德满都的病院病床是住甲无够，政府已经宣布5月6到14禁止所有国际航班入境。现在英国初7公布的旅游限制名单，尼泊尔已经封列入去为当地返去因国家了后，就要强制隔离10天的国家。These measure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to protect the hard-fought gains and sacrifices that have been made by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in the UK. 去英国旅游就隔离的名单，还佫包括互印度变种病毒入侵的度假景点，也就是伫印度洋的马尔地夫。另外，伫东南亚的印尼嘛出现印度的变种病毒。过去1礼拜，逐天确诊人数拢超过5000例。因为后礼拜就是伊斯兰的开斋节，为着阻挡病毒传开，当局下令禁止使用任何私人甲大众交通工具，而且动员超过10万的军警来严格执行禁令。Kita ikutin aturan pemerintah seperti apa ya udah mau nggak mau kita ikutin lah. Kecewa sih rasa kecewa. 另外，包括泰国、柬埔寨、甲南亚的斯里兰卡，目前拢面临着真严重疫情的考验。世卫组织表示，东南亚地区这礼拜新增加超过270万例确诊，25000人死亡。各国拢爱提关注疫苗的速度。也若国际红十字会嘛警告，南亚疫情都要赶紧控制落来，若无会伫全球造成更较侪悲剧。公司新闻纪冠庆编译。在地消息，咱来讲南投草屯白拿里的国有林地早起发生火灾，火势是拖真紧。消防局是搁出动空勤直升机飞去日月潭储水源来拍火。另外，环保局也出动空拍机监测日月潭排水的状况。虽然无发现有违规的案件，不过这欠水的警示看到，互人真着惊。大火甲乌烟是一直冲出来，因为透风是炭烧了愈紧，附近的居民愈看愈紧张，因为差几啊公尺，到底要烧到人家厝啊！电脑是烧甲哔哔叫，听起来是让人感觉真惊。南投草屯白拿里的国有林地，西北向导火，因为规涂骹拢是大批批的茶机，加上透风的影响，火是烧甲袂收煞。空气直升机嘛出动，为20公里远的日月潭抢水来拍火。也若伫地面是出动要60个义消，不过因为当地是伫99风迄卡兜，地形真狭，佫欠水源，当地民众是赶紧提供因兜的水井，互消防队抽水去拍火。一直抽，伊会一直补啊。了解。嘿啊，拄则因本来要抽水沟啊啦，但迄水沟你若抽落，一个都无水含沙土，拢会抽起去啊。南投县消防局表示，火伫下晡3点半控制落来，初步估计算长1.5公顷的林地，着火原因还佫会调查。也若南投县环保局针对日月潭附近15间业者为空中做排水的监测，不过迄颗粒仔袂少所在土马是看现贵的大批批，码头的底牌也嘛扩大，显示水情要真严重。不明管线的话，可能就是
会有异常排放的一个水流出来，就不是在我们管控的范围内，怕这样子的水的话没有被妥善处理。环保局表示，是会为高空监测、甲采样放流水，并无发现违规。根据水利署观测的资料，采白早起7点，日月潭水库的水位降到734.6公尺，欠水量敢若剩26.49%，民众也是爱准则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O） 伫咧这个月24是特别召开啊。美国国务卿 Blinken 伫咧美国时间7号发表公开的声明，呼吁着爱恢复台湾伫咧 WHO 的适当地位。伊表示讲，并无任何合理的理由会当排除台湾参加 WHO。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7在7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联合公布，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O 了后，初7搁再发表声明，标题是恢复台湾在 WHO 的适当地位，并且强调无排除台湾参加会议的合理的理由。美国呼吁世卫秘书长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O， 亲像往年同款，伫中国政府提出意见进前。布林肯强调，全球的卫生甲全球的卫生安全条件，无关国家也是政治的争端。台湾在解决这议题顶面，应提供宝贵的贡献甲经验。日同一天，伊也在联合国安理会视讯会议发表谈话，强调美国重回多边主义路线，人权甲尊严是国际特殊的核心。Good morning. Some argue that what governments do within their own borders is their own business, because our nations agreed there are certain rights to which every person, everywhere, is entitled. Asserting domestic jurisdiction doesn't give any state a blank check to enslave, torture, disappear, ethnically cleanse their people, or violate their human rights in any other way. 对着布林肯公开声明，强调台湾是可靠的合作伙伴，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台湾会继续努力。我们可以知道，在蔡总统领导下，台湾的努力渐渐被世界看见并肯定，同时也越来越多的国家，主要的大国纷纷为台湾发声相挺，台湾得道多助，大家继续努力。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在出席活动时，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达感谢之意。外交部指出，美国本年对咱国国际参与的支持的力量比以往更加大。除了国务卿，美国国会也多摆公开支持台湾参加本年的 WHO， 充分发挥协调各国为咱国来发声的带头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也那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赶伫咧世界卫生大会要召开进前，伫咧初7正式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伊的紧急使用权。WHO 强调讲，国药集团的疫苗会随加入 COVAX 疫苗分配的平台。不过，根据 WHO 的评估，60岁以上的人注国药疫苗，这保护力是要真无够。世界卫生组织初7批准中国国药集团北京生物疫苗的紧急使用权，也正说中国头一款获世卫组织批准，由非西方的国家所生产的新冠疫苗。世卫强调，国药疫苗会加入联合国疫苗的计划 COVAX 疫苗分配平台。This expands the list of vaccines that COVAX can buy, and gives countries confidence to expedite their own regulatory approval and to import.and administer a vaccine. 这阵世卫组织已经将辉瑞、莫德纳、交生以及在印度甲南韩无同的地点生产的 AZ 疫苗列做紧急的使用清单。根据世卫技术建议小组的评估，国药疫苗应用伫18岁也有以上的大人，并且采用2剂的方案。同时也强调，这阵6款批准的疫苗的数量对终结疫情依然是不足。Vaccines remain a vital tool.But right now, the volume and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is insufficient to end the pandemic. 不过，本礼拜早前，世卫另外一个专家小组免疫诊疗咨询专家组的助理
各有疫苗对到18到59岁族群保护率有78.1%，严格对60岁以上的族群、重症的病人也有合并症患者保护率较低。根据中国提供的数字，截至2020年12月30日，中国590万人注射各有疫苗了后，出现1453件不良的反应事件，严格并无死亡的案例。而世卫也正在评估北京可行疫苗的紧急使用权，上紧会在下礼拜宣布。由世界卫生大会会在5月24登场，世卫赶伫大会开幕进程来批准中国疫苗，也引发外界质疑是毋是适当。公视新闻郑元琴编译。来讲，2011年台湾国家档案局开放政治档案，互民众去看。不过，这个档案要安怎解读？国家人权博物馆和台湾民间真相和和解促进会用当月时间解密崔小平、蔡木堂等等4个人审判档案，出咗一本册，希望成做解读政治档案入门的工具册。捌做过中国广播公司坐广播局的崔小平和共产党接触，1968年获政府认定有参加叛乱组织，而且无去自首，落尾关9年4个月。即马包括1965年梁小豪的自白书，内容写对崔小平姊妹的了解，也佫有调查局的文件和崔小平的判决书，这些政治档案拢互整理出来。国民党迁来台湾之前，他就已经来台湾了。那可是他的案子很有趣，是到1960年代末，情治机关才侦办他跟逮捕他。除了崔小平案，这本由国家人权博物馆和台湾民间真相和和解促进会同齐出版的政治档案的讲话这本册，也整理蔡木堂、蔡孝乾和柯石图因的政治档案，希望成做台湾头一本专门解读政治档案入门的工具册。咱档案顶头敢有法度讲，看到伊的化名甲真名是对，像这张档案内底就甲伊的化名甲伊的真名，拢写起来，再咱一看就知哦。原来这个人是安尼。那直接把这个档案当作是真相，可能会对这个政治受害者，变成第二度的伤害，所以这本书真重要的部分就是讲，除了甲你讲安怎找档案，嘛提醒讲爱安怎用档案。台湾在1999年有档案法，2019年制定政治档案条例。不过档案开放以后，民众要安怎解读？像档案接用的思虑、档号的结果，拢有在这本册小解。希望跳脱英国对受害者为中心的思考，转换到整个加害者体系的了解。记者阿明金、陈保罗新北报道。明仔载就是母亲节啊！新竹有一间科技大学的设计系学生，伫咧校园内底用真侪花来做艺术品，希望互千里迢迢来台湾读书这的外籍学生，会当透过作品来受因的妈妈也减轻对故乡的思念。一阵自外国来台湾读册外籍学生甲花合照，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登去过母亲节。学校特别请因在校园内设计花艺作品，互因表达对母亲的感谢。从去年到现在是1年多了，我没办法回越南看妈妈，然后特别想家。然后我希望是说现在疫情好一点，变成好一点，我可以马上回去，然后跟妈妈是在一起，是跟妈妈的感情感情比较好一点。对，因为在这边也是很想家，很想妈妈。学校讲，对外国来台湾读册学生，除了一般学业以外，还有语言参文化无同的挑战。透过母亲节，在校园安排一个所在，互因会使翕相，把相片传回去给母亲。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疗愈花园，让学生不只是母亲节，在任何的时候经过看到，透过花的疗愈呢，让把这样的爱与温暖分散给更多的人。学校希望透过这届母亲节的活动，有法度回去厝内过母亲节的外籍学生，在台湾读册，袂使感受到厝内温暖。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2018年，美国顺天美术馆甲文化部签捐赠意向书，由国立台湾美术馆来接收，保存药学博士柯宏元先生以在世进前收藏的台湾艺术品。最近国美馆特别经195位艺术家因的作品来办展览，要让民众来看台湾美术发展100年来的风采。
今日国美馆一个展场，头一眼就看到画家李梅秋替考红员翁某所画的画像。七点人表示，真少袂道的李梅秋其实是受到考红员的真心加坚持感动。除了这张画像，还有100透早鱼翅，嘛是真罕得看到的作品。李梅秋中间有一个画我的故乡嘛，平湖的迄个鱼市场，拍武功的时啊，船啊转来伫遐咧拍卖，鱼市场的沙鱼一尾足大尾，这拢是咱较早罕得看。另外，这把湖边画石是画家陈景荣伫1981年完成的，顶前有淡薄仔哀愁，是陈景荣的特色。画迄张是湖边月色啦，伊都穿白衫吼，我讲手摕只啊像青鸟，你白衫后壁创湖边创月亮，安尼湖边月色吼，讲起来是真特别啦吼，真宁静的感觉啦。这边的展览为画家出世的年代分做4个主题，为上年长的1871年到上少年的1989年，计共有195位艺术家，包括文献资料在内，展出232件收藏。所以咱这边照有这个年代，有的拢超过100岁，有的吼是第2代艺术家，有的是战后的，有的是战后甲第2代艺术家中间咧分做4个阶段。那么咱会当看到这4个阶段，这个人包括台湾各个阶层，各个无相像的族群，但是有迄个时代的特色。台湾西洋美术重要的开启者石川钦一郎的作品，甲伊学生陈定波、李梅秋等人的画作。台湾知名加彩画家陈永新、林志祖、蔡楚如，也有台湾近代美术家亲像四宝霞等等的画作。总数671件顺天美术馆完整的收藏品，也拢会做完整的数位典藏。文化部国美馆会将这个作品修复了，拢总做数位扫描，搁做伊的资料诠释，拢总放去咧网络顶悬，网络顶悬就等讲你若要研究的人，你就会使透过网络来了解这作品，来做研究。除了数位化，为着落实文化共享开放的目标，文化部也欢迎各界照展，让作品有机会伫北中南各地头展出，将这的珍贵收藏分享给更较侪人。记者杨淑晴、田学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先来看北部，北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伫东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金门、平湖、马祖20度到29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